大家好啊！上一段視頻咧，我成功預測咗咧小米咧發布業績之後咧股價嘅走勢㗎。嗱，小米公布業績之後咧，嗰日咧股價咧就應聲下跌咗咧4.8%嘅，咁啊最低仲接近去到37蚊添。而家咧個情況就有所不同啦喎。嗱，雷軍咧最近咧就增持咗小米咧260萬股啊，咁唔單止係雷軍啦，小米自己本身咧喺個業績期之後咧都繼續增持翻隻小米集團啦。嗱，最近嚟講咧11月20號、21號咧，佢哋咧斥資咧差唔多咧成8億元咧就增持小米啦。嗱，相信咧佢哋嘅增持嘅一個嘅策略咧都會陸續有嚟啊，所以啊喺個業績期之後咧，我相信咧佢哋都會繼續回購嘅。喺個技術形態嚟講咧，小米嘅股價咧曾經咧就跌到去咧4月9號個低位咧37蚊咧，然後作出反彈啦。嗱，呢個形態上面咧已經作出兩個叫做雙底嘅形態啦。嗱，判斷咧最壞嘅時刻咧已經過咗啦。嗱，相信咧而家嚟講咧個股價嘅上升嘅機會咧就非常之高啊，所以啊大家必須要繼續留意小米啦。嗱，大家重磅股啊，阿里巴巴咧今日咧就會出業績啦。嗱，相信咧今次嘅業績咧大概咧都唔會好得去邊㗎啦。核心問題喺邊咧？